伫讲中学地理老师创意发想，将学生依照专业进行分组，分别伫水仙宫市场、林百货、甲孔庙商圈等台南观光胜地展开实地考察。大部分的学生也都是住在中西区哦，所以他们就以他们住家附近的这一个地方议题作为这一次地理实查的发想。那他们平常甚至是他的爸爸妈妈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然后来进行我们的研究目的。我们真的自己来走过，就会发现说，其实跟课本教的不一样。就是我们可以深入的是各个小巷，然后我们可以去访问各个居民啊，可能填个问卷，然后什么，然后可以跟当地的居民聊天，然后了解说他们最真实的感受。伫讲的学生各自发挥专长，以问卷访谈的方式调查，听取民众办公客等地方声音，将收集来的问题呈现给民意代表。这已经过很久，可能已经过10几年、20几年，他们也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改善，就是要改善，好像每次就是说，就是最后还是没有一个结果。渐渐的，因为这是环环相扣的。你说停车位的问题没有办法马上解决，那我们就逐步来调整。学生以孔庙府中商圈的周边环境为例，提出交通、行人路权等问题。议员蔡宗和特别前来，甲学生面对面做探讨，给因专业的建议。看的点已经是非常到位了。第一个，他已经点出停车；第二个，他也点出行人路权；第三，他也点出这个违规的事项。那违规，他也不是只有单纯讲违规，他有提出他的建议的方向，就是在我们的开山路那边要强化这个标示。学生经过4个月努力，总算完成地理视察，相当无简单。伫讲中学指出，研究成果当中也包含影响发展目标，希望借着这门课程，增加学生的人文素养，同时达到社会实践的能力。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